主后2024年9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照上帝的旨意行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35章第19、19节。约瑟伫耶路撒冷守bán過節，服侍上主。正月14，人民抬bán過節的羊仔。王派祭司執行因的職務，佮勉勵因辦理上主聖殿的工作，佮對遐聖化歸上主、教導以色列人的利未人講：恁著將聖的約櫃下佇大衛的囝以色列王所羅門所起的聖殿內面，毋免閣扛來扛去。呾恁著服侍上主，恁的上帝，甲伊的子民以色列，著照以色列王大衛甲伊的囝所羅門的規定，照恁的宗族、恁的班厝準備好勢。恁利未人著照宗族的邦頭、分組的家庭，徛佇聖殿服務恁的兄弟。著照上主通過摩西所傳的話，抬bán過節的羊羔，潔淨家己，為着恁的親族準備好勢。約西亞王對伊的產業提出綿羊仔甲山羊仔共3萬隻，牛犅3000隻，予所有在場的人民做bán過節的祭物。王的大臣嘛歡喜提供祭物予人民、祭司甲利未人。管理上帝聖殿的希勒家、撒加利亞、亞協用羊仔2600隻、牛300隻，予祭司做bán過節的祭物。利未人的領袖歌勒雅甲伊兩個兄弟示瑪雅甲拿坦業，以及哈沙比雅、亞利、約撒拔用羊仔5000隻、牛5000隻，予利未人做bán過節的祭物。安尼，服侍的代志攏準備好勢，照王的命令，祭司徛佇因的位，利未人嘛照因的班厝徛地。利未人抬bán過節的羊仔，祭司對因的手接血來繡。利未人甲羊仔剝皮，將燒化祭的祭物照宗族的邦頭分予人民，予因照摩西的冊所寫的獻予上主。獻牛做祭物嘛是安尼做。因照規定用火烘bán過節的羊仔，其他的祭物用鍋仔、鼎、盆煮了後，趕緊分予人民。以後，利未人才為家己甲祭司準備肉，因為亞倫的後代做祭司的，一日得獻燒化祭甲祭物的油到暗時。亞薩的後代負責唱歌的人，照大衛、亞薩、希曼甲王的先見耶杜頓的規定，照因的職位徛地。過門的守衛看守逐個門，因毋免離開因的職務，因為因的親族利未人替因準備祭物。迄日服侍上主的代志攏準備好勢，照約西亞王的命令守bán過節，佇上主的壇獻燒化祭。迄時在場的以色列人做伙守bán過節，閣守除酵節7日。對先知撒母耳的時代以來，以色列毋捌遮爾盛大守bán過節。以色列的列王嘛攏毋捌安尼守bán過節，親像約西亞、祭司甲利未人，以及在場的猶大甲以色列人，
甲耶路撒冷的居民安尼守罪。即边的搬过节伫约西亚做王第18年举行。照上帝旨意行，搬过节对以色列人来讲是真重要的节日，就亲像国外节和圣诞节对教会来讲是真重要的节日同款。约西亚在位的时，推动宗教改革，拄去找拜偶像的事物，彻底恢复对上帝敬拜。历代志下卷35章18节特别指出，对先知撒母耳的时代以来，以色列毋捌遮尔盛大守搬过节，以色列的列王嘛毋捌安尼守搬过节，亲像约西亚祭司甲利未人，以及在场的犹大甲以色列人，甲耶路撒冷的居民安尼守节。对咱的认知来看，约西亚和人民的行动应该会得到祝福，毕竟因按照摩西律法的指示来守搬过节，尽力甲规个礼仪做到完美。总是咱应该知影，遵行宗教的礼仪，并是得到上帝喜悦的途径。事实上，并毋是依照宗教规定行做，人就会得到祝福。假使人只要照着宗教礼仪和规定行就好，那安尼，耶稣应该会称赞法利赛人，毋是即比因。敬畏上帝，搁遵行伊的律法，表达咱对上帝敬畏和对律法的看重。但是重要的是心，毋是外在仪式。安尼讲，毋是讲做期和仪式无重要，咱对上帝的敬畏，也通透过宗教仪式表达。咱通对宗教礼仪的有备和举行，表达内心对上帝的敬畏。若对照历代志下卷第30章，会发现希西家王的时代，宗教改革哪像无遐尼彻底，因为当当时真侪人并无准备好势，就要过搬过节。历代志作者指出，希西家派人去以色列甲犹大逐所在，搁写批互以法莲甲玛拿西的人，邀请因来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守搬过节，服侍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因为王甲伊的官员，甲伫耶路撒冷的会众已经参详好，要伫2月守搬过节。正月因袂当守节，因为洁净家己的祭司的人数还无够额，人民嘛还袂聚集伫耶路撒冷。会中有真侪人礼仪上无清气，所以托利未人替因抬搬过节的羊羔，互因伫上主的面前诚做清气。对以法莲、玛拿西、以萨迦、西布伦地区内的人，有真侪无照规定洁净家己，嘛食搬过节的祭物。希西家替因祈祷讲，恳求至善的上主赦免所有无照规定洁净家己的人，因为因专心祈求上帝，就是上主因列祖的上帝。上帝是慈爱的，愿意随听希西家的祈祷，赦免以色列人。总是以色列人若真正有心，其实通亲像约西亚时代的人，拢照规定守搬过节。当当时，约西亚指派祭司和利未人来服侍，因随即各就各位，尽忠职守。今日咱来到教会礼拜，敢有提早做好准备？伫礼拜中，敢有专心敬拜咧？
咱爱用实际的行动，向上帝表明敬畏的心。这虽然是旧搁久的提醒，却是咱敬拜上帝的基本功。照上帝旨意行做，才会当展现咱真诚敬畏上帝的心。默想，伫每一遍的礼拜聚会中，我是毋是有用心灵甲诚实敬拜？伫每一遍的礼拜聚会中，我是毋是用心灵甲真实敬拜？祈祷，主爱的天父，你是圣洁的上帝，若无圣洁的生活，就无人会当见到你。恳求你帮助我，会当照你的旨意行，无互我失去敬畏你的心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